今日嘅課題係籃球嘅運球啦，對象係方溫，而家係第4堂嘅第1堂。首先咧，而家做個引入活動先。好啦，同學，咁多位早晨啊！今日咧就要搞一個籃球嘅運球嘅。而家咧做咗一個熱身動作先。首先，全部人攞住個波，雙手持球喺個頭度繞10次圈先。順時針10次，逆時針10次。嚟，聽到 B 一聲就去啊！預備。係啦，啱啦。將個波咧同個頭平排，打圈10次，順時針10次，逆時針，係啦 ，good。OK， 非常好啊！好，做完未啊？呢位同學？爭女排。OK， 好，俾個波我先。好，然之後咧，下一個動作，籃球繞腰10次順時針，10次逆時針。OK， 邊一聲就去啦，預備。good， 非常好。試下腰一條腰啊，腰條腰啊。係幾好啊，幾好。10次順時針，10次逆時針。very good。好，非常好。好，完啦嘛，係咪？好，全部人停。然之後咧，最後一個熱身動作啦，將你個籃球擺喺地下，然之後咧打一個8字，加速咗一次，用手指頭步，又係順時針10次，逆時針10次。邊一聲之後開始，預備。試下用隻手指啊，手指去推個波啊，係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手指調多啲，係啦 ，good。幾好喎，Wilson 同學。好，搞掂未啊，Wilson 同學？好，俾個波我。好，小凡將個籃球擺住佢先。聽到人喺度拍波啊！而家我想你哋原地強手高水平發球10次，睇下除咗1次。有啲咩動作秘訣咧？首先咧，身體嘅重心咧要微微蹲下，然之後咧隻手要做個護球手嘅動作嘅，然之後咧另一隻手拍波咧要用你嘅上臂嘅力量去拍波，而唔係用個手指嘅力量拍波。第一次。好，而家原地10次，呢一聲之後開始。好，預備。係啦，高水平。係啦，護球手。Very good，very good。OK， 護球手。Very good。好，拍完啦。而家俾一波我。啱啱做完高水平，而家咧就做低水平。OK， 都係10次。嚟，呢一聲之後開始，預備。係啦，低水平，試下低個膊頭位置嘅。會，非常標準喎，標準同學。係啦 ，very good。好，啱啱咧而家做完強手啦，而家係做弱手，我弱手係左手邊嘅。試下，咁樣，都係10次。弱手嘅高水平運球，預備。試下高啲。好，而家低水平弱手運球，預備。好，之後阿盼同學俾粒波我。而家試下左右手運球。記住做嘅時候咧，眼睛咧望向周圍，唔好望住粒波啊！預備，都係10次。OK， 非常好。幾多隻手指喺度？5隻啊。OK， 非常好。好，10次未？好啦，而家見唔見到咧？前面係條黃色線啦。呢陣同學俾粒波我先。而家我想你哋做翻啱啱嘅熱身動作，高水平運球，拍波，到黃色線啦，拍翻轉頭，拍波，然之後喺度等我 ，OK？ 大概做2次來回，高水平運球，預備。非常好。好，做多次，2次來回，預備。試下用弱手高水平運球，都
聲就去，預備。留意護球手啊，護球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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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係啦，非常好。而家試下強手低水平運球運過去喎，預備。非常好，係啦，重心低啲，重心低啲，係啦 ，good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好，而家試下讓手低水平過去喎，預備，預備。係啦，非常好 ，good good good good。係啦，好，而家最後一個動作，點解咧？試下咧，強手運球運過去對面。之後咧，左右換手，做一個左右換手嘅動作，換翻弱手翻嚟，得唔得？冇問題，都係做2次來回嘅。B 一聲之後就去，準備，係啦，左右換手，之後換翻個弱手翻嚟，係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好，然之後，而家我哋玩一個遊戲啦。啱啱咧，你哋咪都學住拍波嘅。而家我哋玩個遊戲叫做地球毀滅戰。點樣咧？我哋要喺3分鐘嘅時間內俾粒波我。你拍波之餘，你都要將咧拍波嘅人撩走佢哋粒波。喺限時內咧，邊個咧手上面仲有波嘅就為之啊！明白？全部人得1條命嘅啫。而家我同標準出嚟示範，標準嚟你拍波，拍波，拍波，拍波。嗱，我要偷走佢粒波，嚟你試下偷走粒波。嗱。護球手咧就有作用啦，要擋住，唔好俾佢攞到你一波。咁樣咧，如果我撩走一波之後咧，呢位同學咧就會死亡啦。咁死亡之後你點咧？就喺側邊度坐低休息啦。你3人對決，我哋玩2個回合嘅。OK， 我哋嘅活動嘅範圍咧係呢一個長方形嘅黃色界入邊，明唔明白？你喎，而家入嚟先，揾一個位置。聽到 B 一聲之後咧就去啦。我而家開始計。嚟喎，第1分鐘先啦。好啦，試下拖人哋波啊！試下拖人哋波。嗱，試下走多啲空間，試下走多啲空間。係啦，護球手，護球手，護球手。好，而家10秒啊！反同學，護球手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小心啲啊，小心啲。係啦，係啦。OK。加咗換下啲左右換手，係人哋。係啦，我啲同學做得好。唔好出界啊！唔好出界哦！陳偉東同學出嚟啦，要喺界外休息啦。而家6死隨手咧，係啦，哇！仲拍到波，係，捉埋去。OK， 我哋最後嘅勝出者係 Wilson 嘅。好，我哋玩多個回合，3個人翻嚟。嗱，記住玩遊戲嘅時候咧，我用翻我哋上堂學過嘅嘢喎。啱啱你學咗呢個低水平同高水平嘅運球嘅，你可以咧低水平可以壓低個重心，用個 pat pat 或者隻手咁樣打開佢嘅。高水平運球，你可以咧運下逼佢過嚟去撩波嘅，然之後咧左右換手喺另一邊，明唔明白？嚟玩多個回合 ，B 一聲就開始咯喎，記住運球手啊，護球手啊，嚟喎，預備。翻嚟，好，我哋玩多最後回合，睇下有邊個人咧最後寫得最多字啊！輸咗嘅人咧要體罰㗎，係咪？有獎勵，要做體能測試嘅，係咪？體能練習，將10下10得唔得 ？OK， 唔係話你啦，嚟喎 ，B 一聲之後咧，我哋再玩多次喎，預備，係護球手，高水平低水平，係啊，非常好，係啦，哦，哇，哎呀！而家仲有兩個，哇！小心啊！嗱，小心安全啊！同學玩之餘，哇！唔好出界啊！快啲，仲有10秒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
好啦，今日活動就完啦。馬同學，今日你輸咗好多次喎，唔緊要。知唔知點解你輸啊？因為體能唔夠。而家咧落地咧做5下最上下俾阿強睇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嚟啦，快啲，我哋全部人一齊數。我哋一齊做啦，全部人好唔好？嚟，放低粒波。嚟，我數啊，預備。嚟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，我哋俾啲鼓勵俾棒同學啊，希望咧下堂咧可以咧有進步啦，可以超越阿東同學同埋阿 Wilson 同學。好，而家咧全部人咧將粒波咧擺去籃框下面嗰度得唔得？擺完之後咧喺我面前坐低。好，3個坐我面前，嚟3、2、1，好啦。有冇人話俾我聽今日咧學咗啲咩啊？籃球運球嘅時候咧，有邊3樣嘢要注意啊？第一個係乜嘢啊？係護球手。咁個重心要點啊？低。咁咧拍波嘅時候咧，應該係用手掌啊定用上臂啊？上臂。係啦，冇錯啦。咁咧今日學咗有邊幾個水平嘅運球啊？高水平、低水平。仲有最後一個咧？交叉手啦，係啦。記住咧，當你運球嘅時候咧，要用翻我哋啱啱上堂嘅知識喎。因為護球手咧係可以咧幫你保護，俾對手撩波嘅，係咯，所以小心啲啊，知唔知？好，咁今日咧嘅堂就完畢啦。而家咧，我想帶你哋做啲拉筋嘅動作。首先咧，我想你哋兩隻腳板底咧合埋，做個蝴蝶先。好啦，然之後咧，我數1，你數2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之後我哋伸隻腳出嚟。嚟喎，即係我哋兩隻手指咧掂我哋嘅腳趾尖嚟咯喎，數1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哋兩隻腳。好，然之後另一隻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哋一腳拉完啦，拉我哋隻手。嚟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我哋換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哋起啦。講一聲咧，陳 Sir 再見咧，今堂就完啦。嚟喎，各位同學再見。陳 Sir 再見。好，今日嘅堂就完啦。